嗱，跟住就1819啦，都係 Form 5嘅 M2 UT1 第三題啦。嗱，咁第三題咧就輕鬆啲嘅，咁就佢哋揾 dy dx in the equation 咧就呢個 e 嘅 y 次等於 x 加 y。嗱，佢叫你揾呢條 equation 嘅 dy dx，咁但係你就發覺咧，話你成條 equation 有 x 有 y 咧。咁就呢啲情況咧就冇辦法啦，就唔係普通嚟就咁 y 等於嘟嘟嘟，跟住 dy dx，跟住就 root 喺度慢慢 d 啦。有 x 有 y 嘅情況咧就係 implicit differentiation 啦。咁所以咧呢啲情況下一定就係兩邊一齊揀 d dx。若果係咁的話咧，左手邊你 de 條 part 咧就等於翻佢自己嘅。咁但係咧，由於 chain rule 嘅關係咧，你上面唔係 x 啊嘛，咁所以你就要用 chain rule 再將佢 d dx 做一次，你 d dx 個 y 咧，咁就出翻個 dy dx 㗎啦。咁啊，等於咧呢度咧就兩個相加嘛，你分開 d 咯，咁呢個就1啦，就再加我哋嘅 dy dx。咁然之後咧 implicit differentiation 咧，下一步就係咧你將啲 dy dx 嘅 group， 所以呢度咧就係 e 嘅 y 次嘅 dy dx 減 dy dx 就等於1啦。dy dx 抽出啦 ，e 嘅 y 次減1就等於1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嗰個 dy dx 就等於1 over e 嘅 y 次減1啦。嗱，咁其實咧，你最後計到個 dy dx 可以係冇 x 係冇問題嘅，係啦。嗱，咁其實就咁就做完嘅啦。咁純粹係你要知道，就係有 x 有 y 就兩邊成 d dx 咯。跟住就慢慢砌咯，係啦，咁冇得 check 數㗎啦呢一條，但係有得做嘅。